工，就是要安怎，互你养成什么？长留种性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起来，伊咧讲啊，你一日若讲读3箍，一个月几箍？90箍。90箍对道中来讲起来，敢有影响？哦，当然，道中是足欠钱，但是你讲你一个月90箍，道中来讲起来，它也是渺小。但是为什么？哦，伊要互咱去读迄个福田铺满，其实要互咱养成布施的习惯安尼尔。互你袂讲哦，啊要搁布施啊，搁安怎？你的习惯啦嘛。哦，除非讲吼，人讲负债超过财产吼，安尼你当会艰苦嘛吼。啊，你若像足自然的哦，当然咱咧布施嘛是量力啦，无可能讲哦讲啊无钱搁走去借钱来布施，可能无这个道理嘛吼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福田铺满，其实他也想这样。其实他也是要让我们养成一个布施的习惯尔，唔是讲真正哦，迄个要互你布施遐济钱，哦，所以讲伊毋若讲啊，你倒若零散的钱就好啊嘛，哦，唔是讲叫你爱1000、2000，还是讲几百，主要就是讲伫这个长留种性，哦啊，所以讲起咱对于了解这个。长留种性来讲起来呢，当然这拢是有了解第6识、第7识、第8识，到第8识的种识，哦，了解这个种识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你若会当养成好的，进入了这个种识，就好的嘛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若歹的话呢，当然就无好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咱不断听经，爱听经文化咯。哦，就是讲我讲哇，啊，你若讲无定来有可能你会想要去改变。啊，你若无定来的时阵呢，你会感觉讲啊，会搁去互伊迄个松懈啦，会搁松懈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讲咱来当听，你讲啊，时段咱若要出门，时段人伊会讲哦，讲啊，你爱哦，你爱较细腻咧，你爱较认真咧，吼，啊，你着毋通安尼叫人黑白变，啊，你定咧甲你定这，为虾米？主要不好你不好的习惯，哦啊，造下的那个不好的种子嘛。因为伊到最后边有养成个性后边，敢是够有命。